歡迎收睇19 Talk，一個為大家提供健康科普資訊嘅頻道。今次我哋收到網友提問，要求比較兩大性健康藥物偉哥同西利士，幫大家喺選購前搞清楚邊款更適合自己。偉哥同西利士係市場上最出名嘅 ED 藥物，究竟邊款更強？我哋會用比較擂台形式，逐一分析功效、時間性、持續性、副作用同使用人群5個項目，仲會話你知每項邊個勝出。準備好，一齊入場。網友問：我35歲，最近想試 ED 藥物，但唔知揀偉哥定西利士。今次我哋用功效、時間性、持續性、副作用同使用人群5個項目，比較邊款更好？呢個問題好多男士都有興趣，因為偉哥同西利士各有千秋，選擇前要了解清楚。以下我哋會逐項比較，幫你揾到最適合嘅選項。邊個功效勁啲？偉哥、西地那非同西利士、他達拉非都係 PDE5 抑制劑，透過放鬆陰莖血管，增加血流，幫助喺有性刺激時達到同維持勃起。研究顯示，偉哥對70%至80% ED 患者有效，西利士亦有相似效果，約65%至80%。偉哥硬度稍強，適合追求即時效果；西利士效果較溫和，但穩定性高。兩者都需要性刺激先發揮作用，唔係春藥。喺香港，兩款藥都係醫生常用處方，功效上無明顯高低，視乎個人需求。結論係打和。19 Talk YouTube 頻道由19 Toys 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嚟，或者嚟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起效時間性。時間性指藥物起效快慢。偉哥通常喺服藥後30至60分鐘起效，空腹服用更快，約20至30分鐘，適合計劃性嘅親密時刻。西利士需要1至2小時起效，較慢，因為佢嘅吸收速度受藥物設計影響。喺香港快節奏生活，偉哥嘅快速起效對忙碌人士，如 OT 後想即刻放鬆，更方便。如果追求即時效果，偉哥更勝一籌。結論係偉哥快啲。持續性，邊個耐用啲？持續性指藥效維持時間。偉哥藥效通常維持4至6小時，適合單次活動。西利士被稱為週末藥，藥效可長達24至36小時，比你更大靈活性，唔使急住計時。喺香港，生活壓力大，西利士嘅長效特性適合想隨時保持狀態嘅人士，尤其係有家庭或週末計劃嘅用家。結論係西利士耐用啲。副作用邊個大啲？兩款藥嘅常見副作用包括頭痛、面紅、消化不良同鼻塞。偉哥副作用多數短暫，數小時內消失，發生率約10%至15%，嚴重副作用如長時間勃起或視力問題罕見。西利士嘅副作用類似，但獨有背痛同肌肉痛，約5%至10%用家，且因藥效長，副作用可能持續更久。喺香港，副作用嘅接受度因人而異，但偉哥嘅副作用通常較短暫同可預測，略為優勝。結論係偉哥稍勝。使用人群及注意事項。偉哥同西利士都係處方藥，需醫生評估，禁止同硝酸鹽藥物，如消化甘油、同服，否則可能導致血壓急降。偉哥適合計劃性親密時刻嘅人士，但對高脂肪飲食敏感，需空腹服用效果最佳。西利士不受飲食影響，且有每日低劑量選項，2.5毫克或5毫克，適合長期管理 ED 或有慢性病如糖尿病嘅患者。喺香港，西利士嘅每日服用模式同飲食靈活性，對繁忙或有健康問題嘅中年男士更友善。結論係西利士勝出。總結：偉哥勝2項，時間性同副作用；西利士勝2項，持續性同使用人群。功效打和，兩者各有優勢。心靈安慰：如果你因為勃起問題或性慾下降而感到尷尬或壓力，唔使過分擔心。喺香港，35歲左右嘅男士好多時因為工作壓力、家庭責任或健康問題影響性表現，但呢啲都係正常人生階段。偉哥同西利士都係安全有效嘅選擇，全球無數男士用過，幫佢哋重拾自信。你考慮呢啲藥物，顯示你重視自己同另一半嘅幸福，呢份用心好值得讚賞。觀看呢條片嘅你，已經係積極尋求解決方法，呢份勇氣係改變嘅第一步。建議：為咗揀到最適合嘅 ED 藥物，試試以下建議。第一，諮詢醫生。喺香港，偉哥同西利士需處方，揾泌尿科醫生或性健康專家，如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，檢查費用約500至2000蚊，了解自己嘅健康狀況同最適合嘅藥物。第二，考慮生活需求。想要快速起效同短暫藥效，揀偉哥；想要長效同靈活性，揀西利士。每日低劑量西利士適合長期管理。第三，注意服藥方式。偉哥最好空腹服，西利士飲食影響較少，兩者都唔可以同硝酸鹽藥物或某些高血壓藥同服。第四，改善生活習慣。每周150分鐘運動，如跑步或游水，均衡飲食，多食海鮮、堅果，7至8小時睡眠同減壓，如行山或冥想，可自然提升性慾同機能。
第五，同另一半溝通，坦誠分享你嘅需求同擔心，與太太一齊計劃親密時刻，增進感情同減輕壓力。總結：偉哥同西利士各有優勢，偉哥起效快，副作用較短暫；西利士持續長，飲食靈活。選擇前諮詢醫生同了解自己需求最重要。以上內容純粹參考，建議有任何擔心，務必揾醫生尋求專業意見。感謝收睇19 Talk。如果有其他健康或關係問題，歡迎留言或私訊我哋。下期見。